我哋雖然畢業，有人嘅專業學習，還有冇是講對台北嘅咁嘅故宮地方做條路，可是喺幾上我不看。現場看，因為線上講到東河啊，用外國用班嘅啦，因為我哋呢種唔單純是講係土長嗰個技術添，還有當到觀念，還有呢種嘅用班嘅當嘅交流，用班講好一隻東西，所以技術是一隻點基本嘅要求添，還有當到其他嘅經驗，還有講嘅文化嘅學習，所以家下有機會外國嘅些大家攏會就外國學很好多。所以家下拄好是有咁嘅機會機緣，要做啲咁嘅去外國做條路，變到慢慢咧，其實是有啲機會國外機會越來越多，還是我哋有時會進行外國參加咁嘅修復嘅咁嘅會議啊，發表啊，同大家交流，所以人慢慢人會越來越多兩人國外交流嘅經驗。